李浩然議員。多謝主席。我今日發言係支持陳學鋒議員嘅呢個議案，以及係其他幾位同事嘅修正案。要做到鄉郊旅遊做得好呢，一定係要有特色嘅。咁點樣先至能夠有特色呢？有一啲原則，包括就係政府係要去參與引導啦，亦都要讓市場係入嚟一齊去運作啦。同時間村民應該係本身成個項目嘅主體，亦都應該有更適度嘅社會嘅參與。我好多同事咧，其實都講咗好多好好嘅內容同埋點子啊。咁如果要講一下相關嘅一啲總結咧，應該係一個旅遊啦，加上環境嘅優化啦，加上自然資源嘅合理利用，再加上村民生活改善同埋就業，以及係加上文化嘅傳播咧，一體嘅整體嘅內容嘅。咁講咗咁多嘅內容啦，咁自然係需要一啲資金啦。咁喺呢個做鄉郊旅遊嘅時候咧，應該有一啲嘅新嘅思維、新嘅發展模式，特別係其中包括融資方式。講到呢個題目咧，就讓我諗起喺好多年前咧，我喺貴州省適豐縣工作嘅時候咧，其實一路都係負責一啲鄉村振興嘅內容。咁我就住當時嘅一啲嘅工作經驗咧，就總結咗幾個喺資金上邊嘅來源咧，可能係俾我哋香港咧可以有啲嘅參考。首先第一咧就係一定係政府嘅資金咧係要係存在支持啦。咁政府補貼啦，通過一啲嘅專項嘅資金咧，對鄉郊旅遊項目進行一啲補貼，特別係對於基礎設施嘅建設同埋公共服務嘅項目。咁同時間咧，政府亦都可能需要咧係對呢啲嘅旅遊項目咧提供一啲嘅貸款貼息，降低個融資成本，以及咧就係亦都可以通過鄉郊發展嘅基金咧，讓呢啲嘅內容咧可以得到特別係一啲重點支持嘅項目咧係可以係喺度咧就獲得一啲嘅支持嘅。第二方面咧係金融機構嘅方面嘅貸款。咁一方面咧，可能有一啲政策性嘅一啲長期低息嘅貸款咧，係要提供到。同時間咧，鼓勵商業銀行嘅貸款參與。另外咧，對於呢一類嘅即係鄉郊嘅項目咧，其實有一種好有用嘅途徑咧，就係一啲普惠金融，特別可能通過一啲小額嘅貸款啦、信用貸款等等嘅方式咧，去支持一啲嘅鄉郊嘅居民咧，同埋一啲中小型嘅農村嘅旅遊項目咧，係好適合嘅。因為咧，我哋睇到好多嘅民宿又好，或者呢一類規模嘅項目咧，呢一個咁嘅模式嘅融資方式咧，係好有效果嘅。第三咧就係第三個方向就係講緊關於一啲社會資本嘅參與，例如企業嘅投資啦，我哋可以吸引大型嘅旅遊企業，甚至係一啲房地產企業等等咧，投資喺一啲農村嘅旅遊項目，包括一啲特色嘅民宿啊、度假村等等。PPP 嘅模式咧，就可能係政府同社會資本嘅合作，共同去投建、建設同埋營運一啲鄉村旅遊項目，以至咧就係產業嘅基金。讓一啲嘅旅遊產，即係呢啲鄉郊旅遊嘅產業投資基金咧，係能夠通過呢個方式吸引一啲嘅社會資本去參與嘅。同時間非常重要咧，就係村民點樣去參與。村民咧亦都可以通過可能入股嘅形式咧，就係話佢哋以佢哋嘅資金啦、佢哋嘅土地啦、佢哋嘅房屋等等嘅資源咧進行入股，共同開發鄉村嘅呢啲旅遊嘅項目。以至咧就係喺經營上邊咧，其實可以由即係呢啲嘅村民咧係集體地咧一齊去統一規劃啦、開發同埋營運。咁喺呢個過程裏邊咧，佢哋亦都可以係同時利用佢哋嘅盈利咧再次去發展，以及咧村民亦都可以喺從中咧可以分紅咁樣。另外一個嘅方向咧就係股權嘅融資同埋眾籌。股權融資咧，我哋可以係特別去吸引一啲嘅風險嘅投資、私募嘅股權嘅投資等等咧，去投資一啲有潛力嘅鄉郊旅遊嘅項目，以至咧就係由於呢種嘅農村嘅人口嘅生態結構咧，一啲嘅眾籌方式咧，其實亦都係可以吸引翻本身嘅村同呢個村有相關關係嘅人咧，可以係一齊去參與。最後一點咧就係亦都非常之重要，就係對於呢一類嘅旅遊資源咧嘅經營權咧，係可以用佢哋做一啲嘅抵押貸款，因為我哋可以試下就有一啲嘅部分係具潛力嘅呢啲項目咧，係拎佢哋嘅呢啲旅遊資源嘅經營權出嚟做一個抵押貸款咧，容許企業或者個人咧係以旅遊資源嘅經營權咧作為抵押品咧就可以獲得貸款。主席，我哋討論咗呢個鄉郊旅遊啦，鄉郊旅遊實際上咧就係點樣令到我哋更美麗嘅鄉村咧，通過旅遊讓本地同埋全球嘅遊客咧係能夠一起分享嘅。
咁而內容非常之多，咁但係由於佢嘅獨特嘅性質咧，亦都應該有一種新嘅思維咧，係去獲取更多元化嘅資金咧，去支持佢嘅發展嘅。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呢個議案同埋修正案。